家好，我係新界北1號候選人譚振國。我係2號工聯會曾勁聰。我係新界北獨立候選人3號沈豪傑。我係4號廖子聰。我係5號候選人姚明。新社聯已經服務咗新界40年，包括再培訓、就業支援、青年宿舍、過渡性房屋等等。振國參選嘅口號係提速北都，為你增值。阿聰扎根喺社區超過20年，不單止喺北區工作，亦都喺北區長大。我相信深耕細作並非一個口號，而係一步一腳印嘅堅持。我做咗5屆區議員，現時係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會運用我嘅專業知識，加速北部都會區嘅發展，推動法律、科技、創科產業可以落戶，共建北都有辦法，萬眾一心齊出發。我畢業於倫敦國王學院生物化學系，之後再修讀商業經濟同埋金融碩士、工商管理嘅博士。我希望運用我嘅專業議政、地區嘅紮實嘅經驗、實事求是嘅精神，令新界北成為宜居、宜業、宜學嘅社區。過去服務社區已經超過20年，無論災情疫情，一直都喺居民身邊。我衷心希望北部都會區唔係淨係一個俾人住嘅地方，而係一個交通規劃更加好、環境更加好、園區就業名額更加多、綠色環境更加好嘅社區。北部都會區呢係我哋未來香港發展嘅重中之重。咁但係我哋嘅產業落地呢係好似仲有少少嘅滯後。振國就可以做好呢一個中間人嘅角色，向世界各地以及係我哋內地唔同嘅企業講好我哋北部都會區發展嘅故事。我哋嘅少數族裔好多都喺香港扎根，我哋國家扶貧成功，佢哋嘅國家未扶貧成功。點解我哋唔可以教導佢哋，我哋本身成功嘅表現可以帶翻佢哋南亞嘅國家度？我今年呢喺人大兩會提出咗呢，喺呢個海上絲綢之路新慧聯盟呢，每一年呢都會有一個年會。咁我亦都希望呢一個年會呢可以落戶到香港，建議舉辦更多嘅大型國際賽事，結合港澳兩個特區嘅優勢，研究同廣東省嘅合作，申辦2036年奧運會。其次就係要吸引東盟企業嘅投資。我哋應該同我啲內地企業可聯手發展多啲嘅創科嘅園區，一啲嘅孵化嘅園區，將啲研究嘅成果同我哋大灣區同我哋內地共享。我哋一啲嘅知識嘅產權啦、創科嘅產品由我哋香港而出海去到海外地區。最有效嘅方法呢，梗係要做大個餅，增加我哋嘅就業嘅職位，扶持下零售、飲食業同埋建築行業，由政府牽頭，業界去組織，市民去參與，落實北部都會區發展之餘，我哋希望就係解決職住不均問題，提高園區就業嘅機會。我哋就積極落實呢個職住平衡同埋15分鐘嘅生活圈嘅理念。北部都會區嘅規劃當中呢，需要好多建設、好多工種。我認為係需要爭取更多嘅頂尖學者同埋學生嚟講嘅最佳機會。與其研究點樣增加就業率呢，我哋更加要做嘅呢係點樣去創造更加優質嘅就業職位。咁我認為呢，外勞政策呢，我哋要小心去處理。需要輸入嘅地方呢，我哋係需要輸入。咁但係呢，亦都需要監管。首先呢，要優先呢本地嘅勞工呢可以揾到工先。而家外勞問題係影響到我哋就業係第一底關鍵位，餅未做大，大家已經餓死咗啦。我哋唔係話絕對反對，我哋係務實咁去輸入。我哋好多50歲、60歲嘅一啲中年人士，佢哋係正受到外勞輸入嘅影響。本身 part time 嘅工作冇咗啦，本身全職嘅工作變咗做 part time。我哋都好希望政府真係停一停，諗一諗。我哋要做好職業嘅配對工作。我哋新界社團聯會咧喺地區咧有好多個嘅再培訓中心，我係全力支持咧係保障本地勞工嘅權益，亦都係應該嚴厲打擊黑工嘅。發展北部都會區係一個好好嘅解決職住不均嘅問題，讓新界北嘅居民咧係可以喺區內有唔同嘅就業同埋發展嘅機會嘅。全家總動員，票投4號新民黨，廖子聰，票投3號沈豪傑，2號陳健聰加油，1號譚振國，年青又拼搏。大家記住要喺12月7號踴躍投票。